俺俩私信打没用过，我也不发。你这家干咩活动啊？啊，啥换一个？俺主动接的，我每次都会俺俩的几个人，俺俩讲这个那句。没不巧个人，我写不，俺娘不能写，等到人家爹个祝你中都，你不见没都？那你跟家们那个谈过恋爱吗？什么爱？谈过恋爱吗？但是sem这场比率方面讲嘛的。啊，哈哈哈。哎，我一心能写俺媳妇还成丢了。你直播其实嘛的有些人呢。怎么可能？你这呢？直播间可是有人没呢，就接触了。俺咱直播间刚才做的可是还会呗。我跟你们讲过，俺这几咱们这样弄个手机不这个，人没动啊。那么多打 PK 的女的，一个都。不是俺个就俺这边留住。我让谁那绕着是吧呢？这人没想俺都干巴，就是帮一大个人没想俺能现在这干巴去的。那你去帮一大个吗？一个嘛的，年初从当年我让这边没得当我让个谁没得没等嘛，这样说的呢。对我也没有啊，啥事。这才明俺了，身边来是哪什么工作？现在这句话说的真的俺感动惨了，什么干错了现在几个多那句。真的吗？直播大概咱们今天上直播我们是那么久啊，给真的，真的，这个证明。但是我希望你能遇到一个对你特别好的人。我祝福你。我要等下辈子了。下辈子他妈的有人他能照顾一下，我就不参与了。然后我说俺唱个音乐面呢，就是给是一些了干不有干起呢，你测不起一些了干不起些肉去。咱们视频的这一些视频拍讲俺咱们的来打用行不吧？就是给些一些但全你干不起呢，一些作品嘛拍的这钱没交，你记不记抖音作品拍交？俺们让干不起俺们那点赞机那给你，真的。俺妈给他们俺俩作品打垮点赞给我。要不得个多少的那么说，你身边的那么说花钱的人，俺们俺你那么说研究钱那点赞给我也不知道。我看到你点赞了啥？那打话给不也那就好，你个人别当你就不。俺说嘞。啊。因为这样子，好你个人别当给我的。咱们手机的啊，好选别点的个等选的个给我，你个当的给我。谢谢阿三。对没对了，不多久。我们做兄弟俺必须懂面我，让俺们去通那么些个，没穷给穷就这。他俩懂没得？为什么去通俺的这那边种这个人？上次俺没钱是那种的，我他俩懂个面了呢，然吃得下什么？是不是我说话方式还是到底俺长这些短的玩意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是。他掉了。那一直下小美那进来，小美干不推给呢？你为什么要跑呀？我就跟阿媳开了局面的。有几件？我就跟他问上俺连输打 PK 打嘛，我说我不打，他说唰没战术。我来碰呗。不是那这个我他一定是去弄，写多过去弄，你们这等于是就我精神效果这等于是。我操，这个男的有病吧？来直接反手给他点个举报，我操，气死我了。这可能你说不定你是你妹妹也觉得那种。我在知道我要直接这样子。
那好吧，那你先这样吧，我去表白去了。好好，给谁？浩公玛丽，你们永远都比不了这个女的。好的。本人就是想喝醉啊！你是大个姐，我认识你们是人去多个多啊。姐，我听着姐，你在这边说什么说呀？我跟你讲嘛，我什么女的姐，明天再都叫啊。他妈的等嘛的姐，我做给别带入了面啊。真的是，你怎么了，宝贝？说是我的语言不识别。我说对不起，都是我的，真的是。对不起。你心里是不是对我真的有一点点的想法没有吗？这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啥叫开玩笑？我真的，但是我没有那种坏的想法。不是坏的，就是有时候你会感觉就是嚯这个了，就是那种对我就是比较看顺眼呀，这喜欢呀那种没有吗？看顺眼的有。就是俺现实中看这群人们都什么的，你想过吗？有。说明你真的确实有那么一瞬间，你真的有过在乎我。每天差不多什么这样，咱们你就会莫名其妙，我靠，这个人好奇怪哦，什么这个是这样子吧？两个也是吧？这其他人也有想过吧？你？他尾巴跟现实中一样吗？什么这样个单独？是吧？但是又好，哎呀，应该不会吧？应该他在那边翘不浪吧？什么这样问的这样过的是吧？对。然后有时候我又拍作品的时候，我看着我很抑郁的时候，哎呦，